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诗篇30篇1到5节，另一处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9节到11节。我们先看诗篇30篇1到5节。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在一处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9章9节到11节，和合本在56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以上，请李宝胜牧师来讲到。李牧师是慈光教会的牧师，讲的题目是以感恩激发你的服事，以感恩激发你的服事。我们敬爱的郑牧师，还有他的团队，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教会的各位长老、各位执事，还有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的非常的感恩，今天早上有机会来到贵教会来分享。其实算一算，从过去我在巴林教会的时候，也有好多的机会来到教会分享。过去巴林跟我们迦南姐妹教会，而且我刚到巴林的时候呢，那时候也看到巴林刚刚在建堂，那我们迦南教会为他付清所有在这个新楼贷款的利息所以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纪念和感谢我们迦南教会。那曾经在巴林牧会的时候，也有一些我们迦南教会的在山上经营一些民宿所以就跟迦南一直都没有，好像脱不了关系。那在牧师自己在6年前呢，就来到这个都市的教会。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6年前会下来慈光，因为在当时的状况，所有都市的光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经济不景气大部分的原住民都失业，而且很多人从都市又搬回到山上。可是6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呢，我和师母我们要去明白是不是真的来自神的旨意。因为就是现在的慈光他们有1年时间没有牧者，教会遇到非常多困境，好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的因素、信仰的因素离开教会。那在1年没有牧者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寻求神，希望有一个牧师能够来接下这个教会。他们大概有15个常常在一起祷告的，我也不能说他们是代祷者，但是非常爱祷告的姐妹。
他们就是关心教会下一位牧者是谁，所以他们大概祷告将近有8个月的一段时间，每天在寻求。那后来，这个带领的就突然跟他们讲说：“你觉得在这个这么长的祷告时间，你感动哪一位牧者？有没有神特别向你显明哪一位牧者？”后来他就发了一张白纸给15位这个代祷者。那15位他们就安静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真的在写他们觉得他们被感动的牧者。我没有想到他们有14个人写我的名字。后来这位姐妹就用 email 就传到我在巴林的教会。她传过来以后，她还这样说：“我知道这不可能，你不可能会下来，哦，但是呢，我要告诉你，我们真的祷告这么久以后，然后经过那一天，我们这样写，你到底心目中或是神在你心里的感动的牧者，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我只是把结果告诉你啊，你可以把它一笑置之，因为他想，当时的这个慈光非常的惨，他想说我也不可能会下去在巴林啊那么好哈，有水蜜桃哈。曾牧师喜欢我，因为是我有水蜜桃的关系啊。后来接到以后呢，我的想法就完全是，就跟师母讲说，如果这是代祷者他们的祷告，那我们也应该去寻求。那时候在巴黎已经16年，我要明白是不是神带我要我下来。后来差不多半年，我和师母就不断的寻求神，甚至我们到祷告山2次，其中到庄世雄牧师在公馆的祷告山也1次。我要跟神说，我不想浪费我最后的生命。如果是你要带我下去是你的心意的话，我就顺服你。当然，神不会在我这样的祷告中直接跟我讲。过没有多久，我有机会到以色列参加这个万国祷告的这个一个聚会，大概全世界大概有4000多位的代祷者在耶路撒冷祷告。那你要知道，那些全世界来的人，我们每天在用餐的时候，你因为排队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会跟哪一桌会跟哪一个人在一起。那有一天，突然有一位从波兰来的牧师。我不认识他，只是因为我们就是入场吃饭的时候，我们正好就按着顺序，就是一个桌在一起。他跟我笑一笑，然后我也跟他笑一笑，然后就就开始吃饭。突然就讲一句话，他说：“神要你离开现在的教会。”我吓一跳。这是波兰的牧师，我从来不认识他。我那时候心里我明白他在讲什么，我就跟他说谢谢。然后呢，他就没有再谈这些事，他只是说，那是突然有一个感动，他给我讲这些话。过了没有多久以后，我的大女儿在美国念书也因为想得太美，以为很容易高中毕业就想到美国去。他可能他的在台北的同学都很有钱，都没有问题，他也没有去考量我们的问题经济，结果他也说他要出去，结果一到外国去念书，真的不像想象的这样，他要打工，他要比我们这里的外劳还惨，因为他是学生，他不能公开的工作，他都是在餐厅的最黑暗的角落深处不能被查到的地方工作，常常被大骂，然后他也不敢向我们讲，然后呢，他一直把自己在那里整个的苦情放在他的家里面放在心里面。后来是我们在巴林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青年看到异象，好像看到我这个孩子想自杀，都这样自杀，因为要去的也是他，所以他也不让我负担。后来我们听到以后，我和师母说，我们一定要去那边看他。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当时在西雅图念书。
那因为西雅图，我想到那里，我说倒不如叫他到旧金山来，我们在旧金山跟他见。因为为什么到旧金山呢？我到过那里的江秀琴的牧主先锋教会，他们有非常棒的内在医治的课程，所以我就把孩子约到那边去。后来我到旧金山以后，江牧师因为我们熟识嘛，他说你怎么会来？我说没有，就是来看女儿。然后呢，我希望在这里1个礼拜，然后呢，我每天晚上就参加你们的小组聚会。他说有没有别的事啊？要不要在哪里要不要帮忙分享别的课？我说不要，我就是只要来这里陪我的女儿而已。那在1个礼拜当中，神非常棒，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台湾人，他回台湾。他的家的钥匙、车子、什么冰箱都给我们用1个礼拜。他说：“你尽量吃，你尽量用。”他2部车，我也不可能开2部车在那边。然后呢，我们每天晚上就是白天这样陪孩子，然后逛一逛，晚上就参加他们的小组，非常棒。孩子我都没有讲过一句话，那每一个不同的小组都知道我的女儿心灵的光景。所以每一个都向他说预言，每一个的向他说鼓励、造就、安慰的话。那大概第3、第4天，在他们这个小组聚会之前有一个 barbecue， 吃饭之前呢，就在吃饭当中，有一个姐妹就走过来，她说：“牧师，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我好像灵里有一个感动。”她说：“神要带你到很多雨的地方。”神要叫你离开现在，到一个很多雨的地方。这2次的印证，我也不认识他。然后1个礼拜完毕以后，我感谢神，我女儿完全得到医治。就是参加小组一样。然后我跟江牧师谢谢，我就回台湾，孩子就回西雅图。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回来，我还要跟神求一个印证。我说，那除非是我教会的长子，一定要祝福我下来。真牧师要离开，也是要所有的长子祝福才可以就没有控告，就你的服事就更棒。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祷告，我没有跟长老讲，我就跟神说，你应该会让我的长老会看到都市的需要。我虽然提了一下，他们所讲的理由都是说，牧师哪里不好啊？是不是对你不好？是不是都不顺服？是不是每一个长子都突然都在认罪？我说没有，我觉得我就是有领受。我说你们也祷告看看，是不是神要我下去？真的差不多快5个多月的时候，每一个长老，他们突然就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都觉得都市的教会更需要牧师下去，所以半年以后呢，我就来到慈光。那来到慈光以后，我想大概会跟我们这个迦南教会期待会断因为我不是在巴林我想真牧师不会再爱我了教会也不会再关心我了。来到外面残缺不全的信徒，大概聚会大概50几人，什么都非常的惨。可是因为很清楚神叫我们来，我们就下来。更要命的是，原来也不是教会要我来，投票的时候只有过2票，原来只有代祷者要叫我下来，长子都不要我下来，因为他们很怕我。所以真的完全跟所想的不一样。那非常多的冲突，一开始，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要你来，可能他们有自己想要的人，可是代祷者可能他们一些祷告影响了一些人，他们就投票勉强过。你可以想象，我那时候放弃巴林，跑到慈光，面对这个经济人什么方面都比我们比较差的教会，我面对的压力。那时候感谢神。我和师母还是一样，我想只有回到祷告，所以每天早上2个人就到讲台里面去哭。那时候我们有晨祷，我们2个人就哭差不多1个礼拜以后，我都没有讲什么话，我都跟神说，我不要讲话，我不要出声，
免得我埋怨你，你把我骗下来。我说好像都是你的旨意，结果到现在都不是这样，所以我都不祷告。1个礼拜我就一直哭，我师母是一直在祷告。但是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哈该书，在第7天早上的祷告的时候，其中今天早上读的哈该书，所以我很感动。我在那个我们牧师的旁边念很大声，因为里面有一些话真的是那一天神给我的。他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他讲的就给我3句话，一句是他说：“你是我所爱的，你是所宝宝的，你不知道我多么的爱你。”然后呢，另外一个经文突然的是给我们3处，透过师母就分享3处经文。另外一个经文就说：“你所栽种的，你必享受你所栽种的果子，你的果树会长满叶子，而且你会享受其中的果子。”我记得这3处经文。后来我就好3句这样的话以后，我就开始就面对我的环境。我长话短说，我感谢神。现在教会的聚会大概有将近350人了。那短短的时间，我们的礼拜堂就可以做250左右，就已经做不下去了，2年大概就做不下。那后来，我每次想到曾牧师在开拓教会，哎呀，那时候你们家光在开拓，很多人说你的教会做到70%，你就应该要出来开拓。后来我也是傻傻的学习，我以为开拓这么容易，就跑在祷告，就跑到我们这个后面找房子。我希望的定点就是我候车站这一带。不过那个曾牧师跟我说：“你不要来抢我们迦南岛，你要离远一点。”所以我又往巴德方面那边跑一点，我怕他骂我。所以真的在那个我们的阳明公园的话，大家知道对面有一个大楼哈，到下面是洗肾中心，上面是南山人寿，就找到一个11楼的房子。那11楼租金、水电费差不多每个月4万块。那下去，我们就凭信心就住下来。那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开会礼拜的时候就是成立感恩礼拜的时候，我想郑牧师在旁边嘛，他会不会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要跟他说，你有时间的话，我下午在那里有一个开堂的感恩礼拜。我是要告诉郑牧师的，我没有来抢你的羊哦，我是在这边了哈，所以你来看一看了哈。郑牧师就真的来了，他来了以后，我不知道是神给他的感动，他就听到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觉得说，奇怪，这原住民教会大部分在都市都是为了一个教会就在那边非常非常的努力才能够维持一个教会的正常运作。他跟人讲说，这个教会怎么还可以去开拓，而且是凭信心。那现在呢，你一个堂住4万块，我们最近有一个灵粮堂的，我们有一个神学生在灵粮堂3年级，他礼拜4就没有课，所以礼拜4他就开始来那边帮忙。然后我现在女儿在那边做就是本来做义务干事1年，去年教会看他再辛苦，还给他1万5的这个薪水给他。我本来不要，教会最后还是给他。我说1万块就好，那教会就给他1万5。那我们那个传道呢，他虽然是礼拜4来，我们还是只有给他1万5而已，1万5。他们2个先在那边算主责。其实去年1年的时候，原来开拓这么辛苦，我想到平地怎么开拓那么容易。我也许是我们从部落下来，完全都不明白。我们真的碰了一鼻子的灰，我们发单张做什么，好多的那个操练，跑到公园，跑到车站去发单张。那后来我就说算了，停止，我们1年祷告好了。真的，我们开始就1年时间完全没有做什么事工，就一直就在哭，每天就是哭。神啊，你把我带出来怎么这么难传现在出来房子这样住下来，住3年，哇！
这个钱都下去。长子那时候如果不成功，牧师你要走路哈，我都什么哇，那个压力非常的大。后来祷告1年，就到今年2月就是满了1年，我们3月才开始，开始正式，所以那个神学生来，然后呢，我们就有前面礼拜1、礼拜2我们有英文班，然后是使命团的来帮忙我们，然后有客服班，这样，然后礼拜4呢，那我们同工来，他们就开始好像有一点点的运作的这个开始在运作。感谢神，昨天我们福音茶会第一次的新人福音茶会，我们差不多半年为40位口袋名单，每天在那边哭求神，希望福音茶会可以把他们邀请到福音中心。结果昨天我们来了48个人，超过我们预计的40个人。而且昨天的节目很长，因为那个是我们那个龙翔传道，就是那个林良堂他规划的，他比较长。我先去主持葬礼，然后中午赶过来。我说你把这些慕道友一扣4个小时，他们会留在这里吗？10点到2点，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程度在那边，有吃饭，有分享，有影片，我这样看。结果我很担心4个小时能不能留住人，感谢人全部都参与到结束。所以这个福音中心，我们现在我也学习你们的教会，也把我在巴德的这个小组切过来，所以他们现在聚会差不多50-60个人了。我们也是打算明年就在总会150周年，我们的中会说要这个150周年5年内要设立7间这个教会大概明年唯一能设立的就是我们这个慈光福音中心，明年就可以给他申请独立堂会。我也跟切过去的小组也大概谈了很久他们决定要，当然我们继续的支持他们，但是原则上他们就事工很多就开始独立。所以我刚才讲说，我想说大概会跟这个我们迦南没有不大概期待会断，但是谢谢曾牧师他那一天就跟我讲说，那你们这样的经费够吗？我说真的是凭信心，我说是凭信心。他就跟我讲说，那这样我可以不可以帮你排一个时间来这里请安讲道？他说我们1年只能排2个，可是那时候我们开拓的那时候，他就带教会的3万块来，他说这个不必通过募款讲道，直接就小会可以解定，他先拿3万块进来。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就设备购置上面就差不多花了50万的设备费音响那些就先添购出来，他现在在运作。那今天就是因为这样，那时候曾牧师他的一个感动，那我当然也不敢跟他开口了那他有那个感动，我就今天就来。本来今天要一起带水蜜桃来，结果水蜜桃今年都慢了慢了2个礼拜。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们再可能过1-2个礼拜还是可以来，因为那个水蜜桃有一些的钱还是会跑到我们的宣教事工去。好，牧师我已经在台上宣告了还是曾牧师要不久要离开迦南大概想说这个李牧师没有机会可以接待他，因为好歹他也是吃我很多的水果然后不但水果，我山上有什么肉都给他，上次拿猴子肉他也照吃山羌肉他也吃所以因为我们本身就感情很好嘛，感情就本来就很要好，从以前从小孩子应该小孩子就很要好。我在新竹圣经学院，他爸爸当院长，那时候他高中我们才小孩子而已，我只知道他很帅只要走到我们圣经学院那个学校的女孩子都会往外看好了，不要说下去，免得你们一下家里会闹。好，就讲到部分。好，回到一个正题。我想今天
上面说要把我打泡泡音了，我也是没有习惯用泡泡音的人啊。那到时候你要不要控制？我说控制什么？我只是把讲道编出来，结果他那么好意把我打出来，所以那个东西参考一下就好了哈，参考一下。我就分享，我们人的服事呢，一定有一个因素，那背后的因素一定是来自于那个一个恩典。我分享以前我忘记了一件事，我们应该先跳舞因为这是老花眼呢，我是完全没有看到你们，我只有看到字儿，所以我师母在下面在那边动作我都不晓得。后来他这样讲说好，对不起我们先来让我们的年轻人跳一下，我等一下就简单的分享。那我们的年轻人，因为我们这次有青条，我们全国原住民合一团队办每年都在办一个活动，今年在一手大学办，我们有4000个我们的要参加的会员，全台湾的原住民有41个教派，总共就是独立教会包括在有41个教派，我大概算是一个神非常的使用我们这个团队。那我们其实6月15号网络的报名我们就限这个4000人，6月15号就报满。其实这次报名的既然将近有6000人，有2000人是不能上来，因为我们义大的宿舍只有3000张，我们租隔壁的这个树的科大还有一个科大，两边只有500的宿舍，所以我们限定4000人。所以我们7月1号开始到4号。有4000人的一个原住民的青年跳，国际的，这次有邀请120个国际的青年一起参与，在高雄。那他们刚好有担当一些工作，他们好像被分担跳的也不是我们的舞，而且里面呢也很多是平地人，跳的不是很像舞不过没有关系了。那我说你今天先在这边跳一下，今天拿试验品把迦南当作白老鼠来试验，好不好看？不好看回去再加强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给他。我们会用3种的族群的舞蹈来呈现。大意就是说，一切的感恩赞美归于我们的神。我们会先有泰雅族，再来排湾族，最后是以阿美族的舞蹈。灵魂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好，用很短的时间来分享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他提到3次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恩典，他能够走上这样的一个道路。在前面诗篇里面，
我们也看到大卫的诗里面讲到他的感恩，他形容神怎么样救拔他，形容神怎么样让他在仇敌的面前来高举他，形容神怎么样赦免，形容神虽然有责骂有教导，可是他的爱仍然长存。保罗在今天他特别也透过他的生命来分享，他的生命来分享。他3次提到，他说：“我今日成何等人，乃是蒙神的恩。”好，第2次他又提到，神的恩呢，不是突然的，我乃是比众圣徒呢格外的劳苦。第3个，他再次提到短短的经文里面，他说：“这言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我想每一个人服侍神，或是你爱神，你参与教会的服侍，除了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以外，一定有一些你自己生命的一个遇见，就是跟主的一些相遇。一定是在你的事业里面，可能在你非常失望的当中，在你事业要面临失败的时候，因为你的祷告蒙神垂听，神再一次救拔你。可能是因为你的婚姻出现状况，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神的恩再一次临到你，然后你们的婚姻就再一次恢复正常。不论是你的身体的医治，不论是一个家子的亲子关系，不论是你的事业，在每一个基督徒当中，我们一定生命当中都有机会去亲尝主的恩典，是因为主的恩典，然后我们才变成怎么样。诗篇大卫很清楚他是不配的人，但是他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一生成为最好的以色列的国王。扫罗也是一样，他过去是逼迫教会的，因为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这位耶稣，神不但没定他的罪，他宣告这个是我要在外邦所使用的使徒。神完全没有在看他过去怎么样对教会的报信，直接在大马士革路上就呼召他使用他。所以保罗后来的服事，他为什么那么有力量，那么果决？他可以为主而再怎么样的苦难，他都可以忍受。如果你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话，因为他自己的生命真实的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今天做长老、做执事，你或是做小组的同工，我相信你的呼召，你的出来的服事，除了我们自己信仰明白这位神爱我们、救赎了我们以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我所说的，也是有特别的感受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因此呢，我们就愿意用服事来回应这位神。的确，如果没有恩典，没有神那样的一个特别的际遇，我们的服事可能都会出状况。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人，比如说玛利亚，神要开始呼召她要怀孕的时候，她也是软弱的。可是当你看到圣经这样说，蒙大恩的女子蒙大恩就是有一个恩典显在玛利亚的身上以后，她就完全的顺服。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主为喜乐。所以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结婚，然后呢要怀孕，要受到这么多的指责和批评，可是因为神的恩典先在那里，所以这一些就没有下去。其实在耶稣也是一样，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的生命也是先有神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所以圣经说，在他成长的时候呢，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教会要激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激发我们服侍的动力。你一定要去思考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真的安静想起来，就像那个诗歌说：“当我思考的时候，必要立时惊讶，乐无比。原来神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我都把它当作平常应该的，我却不知道是神对我格外的钟爱。”我分享一段最近的一个事情，因为在今年的这个7月12号、14号到8月，我要带我们青年的团队在大陆短宣。我们在中国短宣，我自己在教会13年了。每次总会说你都看法不同的时候，我每次就跟他们讲说，很抱歉。神把那样的感动放在我身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向你解释。因为那时候我们对中国的宣教，以我们总会来讲，他不是还是很支持、很赞成。所以好多人都常常跟我说：“你们到中国宣教。”我跟他说：“很抱歉，因为那个经历是我真的到第一次到中国宣教的时候，是一个同工带我去，我只是想去玩而已。这个同工有一次哭着跟我讲。他说：“你去看看。”我就说好，我抱着去游山玩水的心。结果第一次就到这个云南，到苗族这个地方。你知道有一个已经躺8个月的小孩子，那个长老有6个女儿，2个男的，6个女儿的没有报户口，因为他们不能报。那生病也没有医疗，如果生病就等死。我刚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就认为牧师一定很有能力，可以来医治。所以我到了第2天，他就把我带到他那个女儿那里，他女儿已经发紫了，就是差不多要断气了。他说：“牧师啊，你为我孩子祷告这样。”后来另外2个同工在上课，我就在祷告。你知道那时候我祷告什么吗？我跟神说：“主啊，你好歹给我一个面子啊！要不然我等一下在那边讲课讲半天，口沫横飞，人家也不会相信了。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个神迹啊！”我都没有在为孩子祷告，我突然就回想我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奈。我看到病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没有医治释放的学习，没有一个灵里的一个有权柄的祷告。其实我在那边跪着3个小时为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大多时间都在哭自己的一个软弱，哭自己的没有看见，哭自己不明白神的话。我说：“主啊，今天我来到这里了，你一定要让我，至少这个孩子要让他好起来。”我说：“我一定完全顺服你后面的道路。”好像有一点条件，可是我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在那个孩子的床旁边哭了3个小时。但是差不多晚上10点，我们就回去休息。到第2天早上，他们是很早起来，5点天亮，那个王长老就来。我起来的时候，我一看有很多小女生在外面玩，因为他们山上嘛，5点就醒起来了，小孩子都一样，在那边玩，就开始玩耍。我突然发现到说，我一看到，我说我就在看那些孩子嘛，因为他有6个孩子，我也搞不清楚昨天祷告的是哪一个，因为很暗，那个灯也没有什么灯。后来，那王长老就说：“老师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那个小丫头起来了，小丫头起来了。”他说：“那个小妹妹起来了。”结果我一看，那个小妹妹真的完全好，已经在玩。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说只有我在经验，你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从那时候就一投入下去，14年做中国的宣教。我说，除非你去经历。神在我身上，他有特别的呼召，所以我也不管他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有800个飞弹对着我们我就这样做。做到现在，真的感谢神。我们今年这个就下一个月，就是这个7月14呢，因为事工越做越大，他们也非常信任我们在那边的服事，所以今年是第一次，他要叫我们去办夏令营。
夏令营办3场，本来有5场，一场1个礼拜，5场2个礼，要那个25天，哇！我带这个青年，他们有的工作也不可能啊。我最后 check 的就答应3场，所以在上海2场，国中、国小、高中、大专、社青这样，然后在无锡各1个礼拜。那最近就是教会在忙这个预备备课因为我们表面上是做品格教育品格教育，因为在那万一被抓的话，就是我来做品格教育就好。然后最近就中国发生很多事情，教会我们知道那个上海的万邦教会被逼迫万邦教会有5000多人。我们总会办的那个也好，也感谢神呢，总会第一次办这个北京的守望教会，他们有2000多个信徒，都是知识分子，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们的教会呢，就是太强了以后呢，他们租到了，然后最后呢，公安施压说不能租给他们，然后呢，自己买了，过户了，结果跟那个老板说不能给他过户。有2000多个信徒守望教会，如果你们上网查，你会看到他们在露天聚会，在雪中聚会。然后更近的是在温州，在温州有一个教会不是被拆，因为他说之前要把十字架把它拆掉，太高了，不能太高。然后那个他们的信徒因为有一点激烈的抗议，他们说如果要拆十字架，那从挖土机那个拆土那个什么拆土机那个什么机器从他们身上斩过才可以。当然也激怒了公安，本来是拆一个十字架，最后整个教会都被拆。所以在上一个礼拜，我分享这段故事就结束。上个礼拜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曾牧师很关心他说：“哎呦，你要去哦。”起码不是靠我，有一点危险。我说真的有危险那就是曾牧师，好像他有跟我讲这句话。其实那个曾牧师那时候，因为我们在说这个礼拜天的事情，我还要确定，我还搞不清楚，我也是上个礼拜。他说你不要给我糊涂，我是说这个礼拜。后来就谈到，我就谈到去中国，他说这次不是比较危险嘛？结果曾牧师这样一讲以后，你害我上个礼拜天就开始睡不着觉，就开始惧怕。这个就上个礼拜天，真的我就凌晨3点，我没有办法睡觉，因为不是只有你自己说，很多人说你会延后，你要办聚会呢，而且是隐会。后来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我就跟神说，我被抓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已经老了，我够了，我活得已经够了。我说我带这些青年人的话，我怎么去负担他们的这个青年教会的年轻人？我就不然有莫名的忧伤在我的心里面。结果上个礼拜天，因为这样想，也是跟他通过电话，当然也是有几个牧师叫我讲说，你可以不会去演这个时间比较紧张。后来呢，上个礼拜的凌晨大概没有办法睡，我就起来祷告。我一直祷告，祷告到4点。我跟神说我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安全，我真的有一点紧张。我从来本来没有想到的，但是同工这样一讲，我就开始紧张。后来那天晚上就是到凌晨4点的时候，4点的时候呢，我一直祷告，突然呢，神的话就突然下来，我打开我就念这个经文，很清楚的出来。就在米迦书的第2章的第13节。那时候我很惧怕，就在我没办法睡，我就爬起来在牧师馆起来祷告，然后一直哭。我说主啊，真的到底要不要延后？可是那个你真的整个要联络都不方便呢，不是那么好，电话一打，今天跟你讲一讲都可以，讲过的事情要再讲第2次很难，他就这样走决定，他也这样招了人来，所以我们真的有一点紧张。那一天就真的睡不着，一直哭，就感觉起来就祷告。结果在凌晨，就是上个礼拜天的凌晨，神就突然给我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在米迦书2章13节，非常清楚，斗大的字在我前面。后来我就去读，他说：“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
耶和华引导他们。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读了，读了以后呢，我还是不明白，但是我明白一件事，说神已经先我而去，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等我们去了。好，这是很清楚谁的可以明白的话语。你不要怕，这位主已经在我们前面，他已经我们所有的事工，他都先我们而行。我读到后面就有一句话说，他说他先我们上去，他先我们上去，那个开路的就是耶稣，那个 breakaway 就突破的神呢，他已经突破，他已经在前面。然后后面说他直闯过城门，他直闯过城门，我停下，我不明白这句话。后来我就祷告，我又再查一些经文，到底这里面讲什么话。后来我查经以后，我发现到原来直闯城门的意思就是 that authority 这个国家的权柄。神是直闯城门，城门是一个边界的，就像我们关卡，你进去的时候你要盖章，你有这个国家的权柄的允许，你才可以进去。但是这位突破的耶稣基督，这位在我们前面的神，他根本不受到这个地上的权柄的捆绑，他是直闯那个城门，他是根本不怕那个关头，不怕海关，不怕那个权柄，不怕那个国家的权柄。我读了以后，我真的跪下来感谢他。他已经在前面，我怎么可以退后说延期？然后呢，神说他直闯城门的时候，就说这个地区的区域性的这个属灵的黑暗势力，或是那个权柄呢？为什么耶稣他直闯，就是那个城门的那个authority，那个权柄都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一个先我们而走的突破的这位神，他在前面。我读到以后，我就心里非常的安心。我们就是按照行程回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这里。我想有很多的服事，我的感恩就像刚才我分享的，我在巴林看到长期我们家人对我们的关心，然后我也没想到现在来到慈光，我们也在关心我们，所以我们也有宣教的事工，我们也有开拓的事工。其实我们也想说，明年独立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办法再开拓，虽然没有钱，就开拓再说。所以想到你们也给我们这么多的支持和帮助，那这样的恩典，就是激发我们服事的斗志。我要这样跟你们说，我今天在教会的服事，神那么怜悯帮助我。当然，有一大部分也是来自我们家人对我过去所服侍的教会，对我今天的像我们的福音教会的支持。因为那个恩典，就让我更激发我的斗志来服侍他。我也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好好的思考神的恩典，为那个神的恩典能够激发你服侍神的那个斗志，服侍神的心愿。为我们祷告，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我们真的将一切荣耀感恩颂赞归给神。下来我先把我们的2个诗歌是这边唱，好，我们就先请那个师母和陈颖。